11月14號星期一，呢段會同大家睇睇主要環球 ETF 嘅走勢。之後個免責聲明，本票內容純粹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，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先睇呢個 SPY 得分落到去660蚊嗰啲位有增持，再向下跌嘅話咧，下個支持位睇615蚊，上邊阻力700蚊。QQQ 喺590蚊附近增持啦，下邊支持位咧睇540，上邊阻力嘅歷史頂呢個640蚊附近。整體股市 ETF VTI 上落範圍320到340，跌穿320咧，下個支持位睇300蚊，上邊咧跌穿340咧，下個目標睇360。全球非美股市總體 ETF VXUS。上落範圍71蚊到75蚊，寬啲嘅範圍68去到79。總體債券市場 ETF 繼續響區間度上落74蚊到75蚊之間。追蹤20年期政府債券嘅 TLT 上落範圍89到92，寬啲嘅範圍87到94。黃金 ETF 上落範圍360到400蚊，突破400蚊有機會試440，跌穿360有機會落翻去320。追蹤白銀嘅 SLV 上落範圍42到48，闊啲嘅範圍38蚊到54。追蹤一籃子商品嘅 DBC 跌穿咗22個8嗰啲位有機會試21.7，再低啲嘅支持位20.7，上面阻力位22.8同埋23個4。農業 ETF 跌穿咗26蚊，有機會是25個3，以至嘅24個2，上邊阻力26蚊同埋27蚊。基本金屬 ETF DBB 上落範圍21到22蚊，闊啲嘅範圍20，上邊突破22有機會是24。納斯達克網絡安全 ETF CIBR 上落範圍70到75，跌穿70有機會是66。GlobalX 國防科技 ETF XJLD 跌穿咗63蚊支持位，有機會是56蚊，再低啲有機會落到去49，上邊阻力63同埋70。道富機構嘅航太國防 ETF SAR 支持位205蚊同埋180蚊，阻力位225同埋250。道富半導體 XSD 支持位250蚊，阻力位320。iShare 嘅 stocks 今日落到270蚊有支持，上邊阻力320。黃金礦業 ETF RING 上落範圍58到72蚊。白銀金屬礦商 ETF 上落範圍24到28，闊啲嘅範圍20蚊到31蚊。有銅核能 ETF 上落範圍110到135蚊。太空 ETF UFO 跌穿咗32蚊，有機會試28，上邊阻力32同埋36。新程式人工智能 ETF CHAT 上落範圍50蚊到60，闊啲嘅範圍45蚊到68。地區性嘅 ETF 啦，泛歐 ETF 上落範圍77到80，闊啲嘅範圍74到83。英國上落範圍40個半到42蚊，闊啲嘅範圍39到45蚊。德國上落範圍39到41，法國上落範圍43到45個半。意大利 ETF 50蚊到53蚊之間上落。澳洲跌穿咗支持位，有機會是24蚊，阻力位25個半。加拿大繼續高位徘徊，上落範圍50蚊到52。日本 ETF 78到86。最後睇睇印度 ETF 上落範圍54蚊到56。好，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謝你收睇。